學外語開頭實辛苦，而且好多人會喺頭2年就放棄。我每次去日本玩都會諗起嗰位好嚴但已經過身嘅老師。阿恒教我將暑期班搞到開心刺激嘅方法，就係開學第一日揾個靚女同學，然後諗辦法識佢。咁我成個暑期班就實冇得閒啦。因為同家姐一齊用屋企個 calendar， 6月5號佢大隻字寫咗開學，又係日文。我成日以為開學日係6月5號，其實我應該係6月15號。6月15號 Winnie 約咗我一齊 carpool， 我要好早起身，我已經好耐冇試過9點前起身。我好求其咁刷牙洗面，就急急腳開車出發。Winnie 有個朋友同我哋上同一堂，佢叫 Emily。我去到 Winnie 屋企，已經見到 Winnie 同佢個朋友 Emily 企咗喺大門。一打開我架車門 ，Winnie 就講：早晨，阿峰，你個樣好似咁眼瞓。唔好意思啊 ，Winnie， 啱啱9點鐘，好彩我冇遲到。好彩，我頭先同我朋友講，我從來未見過你遲到。對唔住，未介紹，佢叫 Emily。早晨 ，Emily 你好。早晨，你好阿峰，今朝唔該晒你。Winnie 坐咗喺我隔籬 ，Emily 就坐後座。我淨喺倒後鏡見到 Emily， 佢皮膚好白，白得有啲唔健康，長頭髮，大眼睛，最令我印象深刻係佢面上嘅雀斑。Emily 係我以前小學同學，佢住我屋企附近，佢啱啱先英國過嚟，未有車牌，所以星期4輪到我車你哋返學。Emily， 我哋星期4一齊食早餐好冇啊？好啊，麻煩晒你哋。我諗起下車牌就好驚。你唔使咁客氣啦。阿峰，你早幾日話屋企有事，而家點啊？有時講大話真係要記住自己講過啲咩大話。好彩識咗阿恒之後，我急才好咗少少。於是我講，其實件事係因為之前5月放假使大咗，卡數多咗，你知我又未揾到工，所以同阿媽嘈咗2句，所以我咪減少出街咯。Winnie 一邊點頭一邊講：唔好意思，我同 Emily 夾翻油錢俾你。唔使啦，我雖然成日唔識路，係專線小巴，但係點會收朋友錢？同埋聽日你車我嘛，咪最後搞到比來比去。Winnie 突然拍咗我膊頭一下，一隻手指住我個口，一隻手遮住個鼻。阿峰，你今日好有男人味啊！我見到後座 Emily 都喺度笑，我即刻會意佢係話我有口氣，因為趕出嚟好匆忙，我又沖涼又洗頭，仲一邊沖涼一邊刷牙。其實由嗰朝開始，唔知點解我習慣咗一起身就洗頭，不知不覺間遺傳咗祖兒嘅生活習慣。喂，講笑咋，唔好嬲啦！我咪同你講，我上個禮拜學整壽司咯，係 Emily 教我整噶。禮拜4我帶啲俾你做 lunch，你咪慳到錢咯。我望一望 Winnie， 笑下點下頭，我冇出聲，費事又俾人話口臭。Winnie 見我冇出聲，於是繼續講：你係咪對我煮嘅嘢冇信心啊？ Emily 係大師級噶，佢教出嚟點會差啦？你睇下佢個樣，一睇就知係賢妻良母型啦。佢平時中意煮嘢食、種客花，同埋睇莎士比亞。我喺度後鏡見到 Emily 笑到眯起隻眼。你咪咁誇張啦，嚇親人啊！不過你唔使諗，人哋名花有主，喺英國有男朋友。我冇理佢哋，俾人話口臭，我已經唔敢再開口。返到學校，對於好耐冇返學嘅我，6個鐘頭嘅課一開始真係有啲吃力。值得開心嘅係，我喺嗰個暑期班入面識多咗個好朋友，叫屠夫。屠夫個花名真係叫屠夫，因為佢姓屠。屠夫唔肯講自己 year 幾。我同 Winnie 觀察佢應該有 year 5，佢第一堂已經好健談，仲好快已經同 Emily 揾熟，交換埋電話。6個鐘頭嘅堂，朝早嗰節通常都喺班房度打等3個鐘，而食完晏晝，下晝嗰節就比較得閒。其實都唔係真係冇嘢做，本來呢段時間係俾我哋去電腦室做功課嘅，可惜做功課邊使3個鐘啊！困喺電腦室入面，我唯一嘅娛樂就係玩 ICQ。我仲記得第一次係我帶祖兒去嗰度玩 ICQ， 跟住嗰幾日就不停喺嗰度撞到佢，亦都係因為咁，我哋叫嗰間電腦室做老地方。7月開始，漸漸有屠夫加入埋卡鋪車隊，我亦趁機開始慢慢退出。我嘅生活就咁樣持續到大概7月中，直到祖兒開始返學上佢嘅英文課，可能係巧合嘅關係，祖兒嘅英文課9點半就完，跟住佢會留喺學校1個鐘，而我就10點正有個短暫嘅休息，所以7月到8月期間，我同祖兒基本上假日就喺老地方見面。喺呢段時間，因為祖兒6月嘅手提電話費令佢覺得有啲頂唔順，於是7月嘅某一日，祖兒就同我去商場出咗部 call 機。Hi，我係祖兒，請留低你嘅口信，我會盡快覆你，拜拜。記得當祖兒錄完之後，佢問咗我意見，我當時係咁答佢：你把聲錄得好得意啊！最後祖兒就揀咗呢段錄音，呢段錄音陪住我對耳仔好一段時間。就係咁樣，每日我喺電腦室見到嘅祖兒，除咗着唔同嘅夏日衫褲之外，佢每日都必定帶住3樣嘢，就係嗰抽鎖匙扣兵團，同埋嗰部俾佢貼滿咗 Hello Kitty 貼紙嘅新 call 機，同一個裝滿2毫半嘅銀包。嗰啲銀仔從此代替咗祖兒嘅手提，而我再冇聽過佢嗰把響極都唔停嘅電話聲，換嚟嘅反而係一種我好熟嘅 call 機聲。第15節完，
有啲習慣由後生積落，到年紀大咗就好難改。除咗係固執，仲係一份回憶。